我哋用咗18個唔同嘅單一產地嘅可可豆去研製咗18個純黑朱古力嘅味道出嚟。我哋有一個咧朱古力比較有啲煙燻味嘅，咁就好似塑造一個黃大仙廟，佢入邊有一種好似經常拜神啦或者香火鼎盛嘅感覺。咁希望咧用唔同嘅朱古力帶翻18區嘅文化啦，俾我哋香港人甚至香港以外嘅人去認識我哋嘅香港。咁其實咧，我就從事咗呢個朱古力行業已經超過25年㗎啦。咁我之前過咗台灣擔任呢個廠長嘅一職啦，5年前翻嚟咧創立咗我哋 Wakers 嘅品牌啦。台灣同香港嘅口味會有少少唔一樣嘅地方㗎，因為始終一方水土就一方人啦。我哋要首先要考量嘅就一定要好食先，好食同埋就香港人嗰個味道就比較冇外邊嘅或者台灣啊西方文化咁多複雜化嘅味道，要直接啲咯。個王牌碧加果仁叫做公司或者我哋鋪頭裏邊咧係非常之大賣嘅，好少嘅朱古力公司甚至坊間會見得多咯。咁變成大家會重新去認識翻一個新口味嘅產品。咁其實個可可茶咧就係我哋自己研發嘅產品啦。咁啊最主要咧就呢個真係做翻好有香港人嘅味道啦。咁啊最主要佢聞落去嘅時候咧，就好似我哋喺香港嘅特色嘅茶餐廳嘅味道咯。有時都會有唔同嘅遊客啦，因為佢哋都好想揾到有香港嘅特色同埋香港製造嘅產品，可以帶翻喺佢哋嘅國家。咁開頭我哋先設立個廠房嘅時候咧，都抌咗差唔多成幾廿萬嘅都已經係。咁我哋咧喺呢幾年啦，亦都慢慢去擴張啦。咁我哋不停咁將我哋賺翻嚟嗰啲錢繼續去 develop 我哋嘅公司啦。希望在日後多1年2年嘅時間，我哋開始就再增長多啲，可能會考量會就係將嗰個資源繼續可能開分店啦，繼續去開拓我哋嘅板塊咯。